為咗大家可以更加充實咁度過悠長嘅暑假，體育發展局同教育暨青年局攜手舉辦咗一系列多元化及有益身心嘅活動。同往屆一樣，大家都非常珍惜呢個機會。喺辦理報名手續時，有賴得到青少年及家長嘅配合，令到報名工作做得井然有序。為咗避免報名者排隊輪候嘅苦況，主辦單位利用電腦以隨機嘅方式，為各個報名者安排進場報名嘅時間。暑期活動將分為文娛及體育兩個領域，而每年嘅活動都會增設唔同嘅項目，令到青少年朋友嘅選擇亦逐漸豐富起嚟。文娛活動唔單止富有學術性、創造性，而且仲有好多新嘅項目係親子同樂嘅添。體育活動可以舒展身心，同時可以認識到好多新朋友，話唔定有一日你仲可以為澳爭光添。經過2個月嘅假期，青少年喺政府各部門及各社團嘅支持下，度過咗一個既充實又有意義嘅暑假。相信過咗呢個暑假後，佢哋一定會獲益良多。我哋亦充滿期待，來年嘅暑期活動會更加精彩。